係訂到1年以後長咗啲老豆現場咧，這麼誇張嗎？800年啦，哈，差唔多。同埋佢原天外用雞卵豆腐啊，好不見啊，呀，好色。有人在罵人。他說我賤啊。啊，你要照我響外嗎？雞毛外咧，那我就帶過去藍隊咯。對不對？是前來學嘅青河，前要正嘅得，錯，哎，我接來啊！啊，要是迄個真嘅那種魯曼呢？完全就係魯曼啊！完全是。燈珠用小地位。哦，用小的嘛。有吊車有卡太窄嘅就會做卡太。能把做姐姐生，冇問題。還沒好啦，還沒好，我還要煨啦，要煨，要煨。就這樣，喂。要煨是姓孫呐。哎呀，真要煨啦哈。Hello，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我要數看一家之主。感謝民主。係宋百強。哦，真件十分感謝所有來參加過嘅參賽者還有觀眾哦，因為也好，睇起來你也嘅有口皆碑，口耳相傳。哎呀，個個推廣。多年都沒有入當中啊，吼，睇起來點點嚟報名。係啊，所以基本嘅裏邊全係算係名友啦，嗬，網友韓國友業組哦，佢係訂到1年以後長咗啲老豆現場咧。這麼誇張嗎？800年啦，嗬，差唔多。哦 ，OK， 好，接下來呢有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提前分享到嘅係阿森之師傅。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都會分享到係李志亮李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志亮。你仲話佢話講自己係志亮啊？咩海亮哦？志亮，咩海亮？那真名都志亮。接下來呢來分享到阿馮水係來自草橋嘅哦，媽媽同我嘅橋下來分享嘅係秀蘭記老妞玲阿記分享。歡迎。哇，你好，好爽哦，媽媽當獎誒，係啊，皮膚很好。係好。接下來學咱隨啲一片，我放到裏邊係來自竹南嘅兩姊妹哦，按到白小蓉到千玉亮，大家好，感情好，特別嘅香哦吼。係啊，兩生係上網強咯，唔過係親嘅姊妹哦，而家聽聽阿爸，而家聽聽阿妹啊樣。好，先嚟問一下李鳳姐，想教一下對啊，草橋咩吼？有乜嘅推薦好教好食好料嘅冇？劍潭古道，有好料嘅地方，我有通法可以直接有花香，哦，還有桂花香。哇，你都去去散步啊？有，我以前特別都去散步咧。哦，無怪有運動，讓皮膚氣色很好。係咯。好，謝謝。其實不但講散步吼，然後航路走在正港，你嘅血管那個排通。我啷講？循環啊，排通是什麼啦？排出來。好啦，我啷講吼，食酒未做得。哦。中南係咪係要找素菜？梗係麥酒當救命嘅。中南麥酒廠，我做台灣啤酒廠，呢度大概中南工業區嘅位行，你消費因為裝嘅發票，不管幾多錢啦，你要嘅裝發票，你就做得去。而家嘅行運你張幣，嗰張幣你就冇得睇咯，你就做得黏到飽，生麥酒哦，生啤酒，真的誒，這個地方我怎麼會沒有寫在我的記事本上？你講到跟木柱嘅木工誒，很厲害咧！啊，你的記事本趕快拿出來寫啊！幾多點？對，該片哦，就無論幾多錢，憑發票，麥酒食到飽，係哦，哇！重點畫起來，真的，日日溜樣溜出嚟啦！哦，等一下呢啲我係見嚟片啦嗬。唔該你，先來聽下第一關嘅挑戰。料理大鬥士，大家顧卡都有算係自家嘅好美食。兩次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用帶來嘅秘密武器，做出一出最戰鬥嘅世界料理。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一家之主，跳下來大鬥士咯！第一關呢，木卡嘅本店哦，一定要周青拿出來。我倆組呢，姐姐吼很資深，秀蘭姐倆。係老撇屎，你晒嘅？係，我就啲有伢嘅米湯。係，你很唔想嘅心情咧。呀吼，我感覺就當香，我睇看。哦，好感人嘅米湯。有沒有哪樣老撇屎啊？帶來乜嘅菜色？老撇屎啦！哦，呢就係最家常嘅米湯誒。
最简单就会最好不选。过呢，你冇想讲几简单，因为你还冇也好的落配时间唔出了，嘿，也还充电哦。我们哪叫有信心吗？加油哦！加油！好，今日咧看下咱水里阿片带来嘅秘密不险嘅动厉害哦。你系买东西？起烟插奖，天差奖，天差做在做奖哦，嗯，係自家做嘅。有到青酱的意思啊。哦，啊，形容慢做啊。哎呀，做到猪肉噶，狗肉，那个起烟插用下去搞，不过我又用到新香料落去。哦哟，哎呦，听说的动向哈，他们就是我刚刚说的，但係仍然長喺保命感，所以根本要帶來避免移動厲害。哦，那來做個菜色按度，起煙插豆腐，讚，胃酸好食嘅料理，今日比賽有信心冇？要拍檔嚟你。因為其他都是等你8年年上有辦法來保命。哎，哦，等農機會開始搞到蓄勢待發，倒數3、2、1，搶開始。大開始。哦，真緊大家要全部講等來保命。哎呀，哦，那你要好好珍惜你現在的日子。哎，怎麼咁樣講？因為你做幾多啲啊？哦，然後加條胸下我。在寫到記得煮出來東西都幸福。幸福。嗯對，好了，看一下來旁邊。哎，你下切買東西，哦，金菇誒，係冇？嘿，你係淨水啊，係淨米酒啊？啊浸水，哦唔知我們的金米就會衝喺入面頭。哦。啊，營養用嘅曬嘅啊，有嘛幾？用啊實河燈去曬嘿，萬年青唔來保命誒，啊看到人嘅命路啊，係啦，他也是網絡報名的。你即刻就搞命路哦。我看到就參幫啊到地妹哦我要全族嘛，佢看到安尼，就讓我你講報名啊講好啊，今邊你去出來看看啊，你嘛哦，因為你都冇卡做唔得狂的，我唔得，可能會落。我出嚟行站會後上。嘿，對啊，等一下皮好之後，打亂落去係嗎？來，我想要看佢再大展身手。好，因為哈阿姨煮出來老人力嫩手冇空用，你看馬上就開始擦擦擦了。係啦，又穩又辣。這個我會怕。先會炒香來哈。嘿，啊，你要照我喊我嗎？該冇愛咧，那我就帶過去藍隊咯。對不對？我也有傳到人家後數你嘛，傳到唔可以好幸福哦。誒，啱肉啲，你因為做了，因為洗了嗎？還冇學到呢。哦。係啊，唔怕唔怕，呀，老媽媽天數就好哎。對呀，專屬媽媽的味道。是的，哇，今天就是來跟他學做菜。真的。從今天才開始哦。那你這樣要繼續報個，可能要報1季耶。有名額讓我們報的話，媽媽會很樂意來。哇，不來的話，哎，怎麼那麼快講到再邀下一次他的第一關呢？係啦。我們先過去啊。好，來，快攬水。哦，你啊，哇，煎豆腐。嫩豆腐。嫩豆腐，雞蛋豆腐。因為那種塊又係痛切落邊啊。哦，好來，但唔會散啊唔會差。喺自全台灣湘北嘅係咩？冇幾多啥。很少。最艷以前人家祖先係一個偉大的什麼先人？唔啲誒，嗰個係大疆嘅美線啊。冇嘢啫，因為客家，誒，佢湘北係客家人咯。係客家人啦。哦，啊，不過馬莎係聽到阿爸聲。愛，哦，我聽阿爸聲，嘿。哦，啊，應該聽到阿妹聽阿妹聲，嘿。因為我都係阿爸係用這個啦。用這個嘅叫做講嘅啊。媽媽係太不明㗎。嘿嘿嘿。剛剛講哦，切蓮插薑啊，跟用嚟做誒，你們那個靈魂。地板又它就是用青醬的概念啦。啊，你肉會做嗎？都沒有，沒呀沒呀。那我問他，我考他好不好？好好好，隨堂考。好，隨堂考。你說那個是生的，還是地圍毒漢又買東西？狗肉啊，狗肉係生嘅。哦。係，古早單我都係炒過。你而家豬肉係生嘅喲。係啊係啊。裡面的豬。生的。生啊，所以等下韓國炒。炒。哇。很特別咯。所以唔但講個地圍肉起人差，等一下個當鋪韓會比較起人差。用介是咧，因為價格冇按啦，因為那個香氣冇按啦，不一樣啊。好，我們先過去哈。先不一見一下哈。好，一見一下。哇！我爆吹爆嘛？點老皮死啦！太香哦！哦，這個吃叫崩飯就好誒啊！係啊。
阿姐唐讲你的姊妹咯，阿哥罗太冻豆系吗？你阿姐一个阿哥，一个罗太是的罗妹，生意耶，答对了。哦，唐讲你平常时豆腐卡就煮不含豆沙血系吗？以前咱结婚煮本大家是，啊底下我有三妹妹一个来的，去转让啊就煮到。三妹妹一个来的，那猜猜看他是第几个？这只能通灵了。第3个。聪明哦，很强哦。今天可以去买乐透。当然哦，请来到个盘作强荣啦哈。对，对，我妈妈系中破塞呢。嘿咯。有上时间啦，你要下退休那你应该换个手来，妈妈。怎么？对啊，而且你们俩也不用评分了吧？哎呀，你们还4步嘞。这个是30年前的事情，手艺有差。去哪里？要差不多找系嘛？唔是，两个是叫我倒落去的。好看。哦，都可以搞再捞个钱啊你啊。哎，这真的很棒哎。要非常香。而且给蛋糕还让他耶演习耶。哦。简直就是要勾起我的乡愁。完全系向上加香。对，我们有人这样讲。搞捞一钱。哦，搞捞去哦。哦，这太棒了！啊，用个分量哦，等一下煎起来哦，听说会冻喷哦，那口感很好。千万不要再叫我翻面了啊！你怎么知道我要 cue 你？真的不要。哇，改咗愛嗎？愛，我用翕的啊，我翕一下，我已經會碰翕了。哦，真會碰翕了。沾到。哦，也就不你這咯。好。然後剪到腦部有一些擦擦嘅，呢度有嫩嫩呢。好，夾本咯。有沒有大重量哦？等下都進來。哇，電到都好看呢，好看嗎？跳舞好厲害哦！啊，仲咪係原天外用雞卵跳舞啊？啊，不見啊！好色。有人在罵人。他說我不見了。還沒好啦，還沒好，我還要煨啦，要煨。要煨。要這樣煨。要煨是姓孫吶。係啊，都要煨啦吼。是前來學嘅親。前要跟接待，好，哎，我接來啊。好煎，唔會爛人。啊，你都看一下玉龍阿姐兩片，剛剛的順序是怎樣？先邊嘅蒜咧啊，辣椒誒，煸嘅就焦肉煸落去煸。煸好就當多一啲咧呢醬。差不多啊，豆果咧煮的就可以組合了。這麼快？還沒好啦，還沒好，我還要煨啦，要煨。要這樣煨。要煨是姓孫吶。哎呀，孫耀威啦哈。是你的鮮肉嗎？啊？孫耀威。他唱的歌我很喜歡吶，孫耀威。啊，你還叫好以後喊我挑梅嘛？吃色的，吃色。你們當初做了種嘅時間去挑過嘛？個陣攞其他挑梅嘛？有啊，有不用頭油你對吧？好，10個都半機翕一下哈。好，那我蓋子蓋起來咯。好，來了。哇！哎，唔過要變面唔就會輸嘅。你在 cue 他嗎？啊？哎，阿姐，你動不會變哦。哦 no！ 看你，他是重口。那你要說廚師幫我。你幫我啦，姐姐。好，我是。這個可以啦，右手。你這麼哪個人呢？有哪部分給我？哦。再下簡單啦，來。我冇數冇按台的。哦，數冇按台的，係冇。可以嗎？來。好，自己倒數哦。來。你的成敗就看這一局咯。這邊用倆卡夾啊，哎呦。不過那麼入面。哦。哇，好漂亮哦。它安全呐。對。要不然誰就做對了。嫁給他。哎，真勁厲害呢。當然厲，先來倒數哦。好，8、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來試試看啊！天管地度，哪部卡米西卡針對咧？好，兩出呢都係媽媽嘅家常米西哦，叫下來試試看下風吹嘅。很嫩哦，咁難香哦。加個蘿蔔是很會切哦，因為佢浸過水過後，等於是還原了黏但齊齊的蘿蔔嘅種口感，又加香。秀蘭姐滿意嗎？滿意。滿意哈。用點勁，知道嘞。媽媽的味道，
跟出生石头台，嘿啊，特别是离开家之后，才发现妈妈的味道最美味。真嘅，嘿啊，真嘅，然後成日好起來，好，咱擺穩做俾媽媽食。好，冇問題。好，咱是啊，之前知道吼，佢都有做到樣板咧。香氣又做出來，脆度沒有，不過有一啲啲咧下不足嘅係，啲全部絲吼，唔講白到香啦。哦，啊，牛兩阿姐你想法咧？俺嘅想法啦，即有啲啲咧冇香樣，因為我搭擺式咧就會當香嘅啦。但是去隔壁嘅有啲啲菜，我始終未當好。冇香樣嘅做法啦，所以國家梅西冇我始終安樣也當好。不過學睇解風吹雨後呢，我們現在大家窮下來吃豆腐咯，來一起吃。這個呢？起源叉做來囧字嘛，你怎麼看就不用啲該起源叉雙重搭配。哦，好好吃哦！韓國嘅芥蘭嘅豆腐哦，因為佢本身有芥蘭梅西，所以凍香。所以就真係像喺泰國式打包煮嘅嗰種香氣啊。錯錯錯。去阿姨，你知道樣吧？好食，有一個油白到香味，香誒。係。永玲，你知道咧？就像你講的，有台式打拋豬嘅米絲嘅感覺，有豆腐又剪到當好神樣。哇，記得按我品感動過哦。謝謝。唔好單講講謝謝，講謝啊。連我都未食到當好食啦。啊，牛兩阿姐咧？其實我親接住也像因打拋豬安尼料理，因為我食因咧全部當好扒飯。哦。有時候你當下飯，如果你擺是講豆腐，我冇加落去呢。以前都冇用豬肉去呢。因為秘密武器哦，係個起源叉煮。起源叉。所以做到今天動到，可能會去讓年哦。來看一下師傅嘅用法，用法來評判哦。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了，先來請你嘅神之師傅搶分數。恭喜咱貴一分。好，再過來看一下阿兩個搶分數。平數，神之師傅搶公平。好，兩隊嘅做嘅料理都當好食咯。我買本藍腿兩片嘅，嘿，而家豆腐就煎過，還有個醬啊就炒過，個香味就出來。鳳腿兩片嘅，較大眾嘅地方係，而家卵啊就煎到較熟嘅啦。不過我要做法係香菜啊，上面都得撒一點點，因為上個老熟嘅味道都冇咁樣安樣。而家如果上個梅頭，它香氣才會出來安樣。不過個蘿蔔絲個炒個當好食安樣。當好嘅建議哦。啊，不過阿兩個有咩想法咧？先講藍腿那邊哦，我知道有一些大眾一個米絲啊，所有的起源叉米絲全部都有，就是有些大眾都貼一個豆腐，因為我用煎呢，我建議我切較薄一些，較唔好呢煎到綿綿。啊，我要先風吹嘅，個蘿蔔絲曬落以後，我每次都有些建議啦哦，煎水可能煎長久。本身呢，蘿蔔絲嘅香味有較少一些，但是個脆度是很有多嘅片的，所以我現在風吹那邊，謝謝。好，師傅呢都本用做一條建議嘅吼，再來吃做看啊，你個老結過量，可能呢會個加分哦。唔過呢，三下來馬上來搶到你嘅神之師傅，可以帶來乜嘅料理，留大家分享。食材好料理。啊，要到係神之師傅呢，帶來無樣嘅變化咯，催命係乜嘅？鰻魚飯團。鰻魚。嗰個前面有滷鰻哦。有啊。好高。那就做到啊。等一下，你要騙我對不對？我冇騙你。你每次都是類似的類鰻魚。你係做齋菜師傅呢？類鰻魚。好啦，今日係教大家用辦來做齋菜嘅鰻魚。飯團哦，鰻魚飯團。好，材料挺簡單哦，就個飯，還有蔥，還有吊菜跟白芝麻，挺簡單嘅食材。啊，不過今天要做嘅鰻魚啊，我係用吊菜來做。哦，你看吧。用吊菜。你口聽嘅口感會差唔多。差唔多。你確定哦？真嘅。大家全學過嘅鰻魚吧？是。我們大家就一起來考驗。好，因為吊菜講會食會邊呐，啊，就本佢溫度較高嘅，好，咁就本佢炸。直接跳落去哦，直接炸，好像火箭哦。本佢炸到就較軟，本佢線呢較漿那樣子做的。落去轉的嗎？這樣子係一個平均受熱。炸到熟嗎？炸到本佢軟，本佢軟就做的。油溫要多少度去炸？大概180。180。油溫會較高，好，本佢炸到軟，給它吸一下它的油，再來切，
哎呀，帮伊切出。那怎么切？帮伊切对半，总唔得切团，切团片，然后再切一刀。哦，鳗鱼出来了。哎，又强呢！切一刀，帮伊用开来。我哋还款起来强啦。我食了吃个做个鳗鱼哦，就在酒店就系摸骨头。哦，会帮伊煎。哦，还会煎一排。有哪一面吗？先煎cái皮cái面，還有啱尾撈一水嚟cái挑肉啊，還有糖，幫伊做cái日式cái照燒醬。照燒醬。來看好哦，照燒其實就會鹹甜的嘛。係3湯匙cái挑肉。2匙。糖係1湯匙。1湯匙。挑肉我幫伊炒過，而家香味啊，有氣泡，哎樣就係鍋氣嘅來源。好，6湯匙。1、2、3、6、7、9，现在数到几了？6了。你几个又少？哦，帮给收汁哦，收汁它就变成照烧酱。所以你看照烧去冻简单，就是头油、汤到水。哦。切葱花。切油来哈。切冻椒哦。哦，又强，又他表。好厉害哦！够厉害哈。那看安样空音的鳗鱼，平价鳗鱼，因为鳗鱼冻贵啊。係啊。哎呀，食得好，莫按簡單。你要用不你收汁，莫做到難睇啦。唔會，因為慢慢的固啊，因為倆雕出較軟呐。所以到該再菜串燙食個鰻魚全部係用雕出去做嘅，我幫佢偏到咧。又強吼。又強。哦，哎呀，就做點切。哇！手拉眼地，你食過再菜嘅鰻魚嗎？我唔食過，因為我冇去川湯食過，安尼也冇去嘅再菜嘅。唔怕，因為就幾講法來講一下有錢嘅。好，兩個飯團啊，就做得不用送去，就是一般蒸過的飯就好了。對，蒸過的飯就做。會爛團嗎？做得不用幫佢冷啦。就進來之後，你很上進，會學習。你係咪有打算要開川湯？沒有，因為都不在家裡啊，慳呐，冇嘛事情做，就專門看網路啊，就會學了到啊呢。要凍肚河呢？哎呀。哦。接下來就幫佢炙燒一下，幫佢就該幫佢就該炭燒的味道。哇，真的很高級，真的好厲害哦！芝麻就可以。你應該盤粒全部去炙燒到咧哦。那長又香。有蔥，蔥不能跟着一起炙燒嗎？會，會燙熟啊。哦，熟掉。好厲害哦！哎，你等下還要再做煙燻嗎？冇嘞。芝麻，用該要拍嗎？哈，對，黏落其實凍強，你不能切因為阿姨哦，看到粉甜了。之後咧，其實凍簡單哈。係啊，你好，是前來學嘅清河，前要整雞蛋，前。好，哎，我接來啊。我會用了該入面的迄個山葵葉，我給搭配一下。喜歡。所以瓦薩比除了用，你還入要來做？唔係呢，入面就該芥末該回頭啦。好。鰻魚飯團。按鈕去後色咯。所以啊，真嘅那種滷鰻呢，完全就是滷鰻啊，完全是，但是用手的喂。哦，用手的係嘛？就雕出來就較太雜嘅，就會做較太。能把做解釋。好，冇問題。耶！啊，冇想到吧？各位觀眾朋友，也給雕出也沒做得變得出按像滷鰻的料理哦。睇下有片上看呐。好，來喲，要是一個真嘅那種滷鰻呢，完全就是滷鰻啊，完全是味道香濃，口感係香濃。這個非常啱我食。
你比外头都要比好多唔之前呢，本是用手的喂。哦，用手的系嘛？嗯，就雕出来就较太窄嘅就会做较太。南白做姐姐色，冇问题。没啦，你系人用脸吼，好转去做本色。哦，好，好什么？当好食，有好起了吗？有好起了，养成还需要重复看节目8次才学得起来。你们家嘅中了比例要走下，系啊系啊，有啊糖啊，有嘛嘅穷下咯。当枪看到哦，很厉害。对，这宰你都会是鳗鱼饭。真的，因为俺吃当好是鲁麻兄，不可能像吧？真件食起来米头穷样。哎，好，你看，今天有讲到安河哈，对嘛？台湾小龙针许多师傅做用本。师傅做当头色，就得做不成嘅色。好，哦，当幸福吼，啊牛肉阿姐咧，我切一薄嘅吼，我当上是鳗鱼。唔过我看佢眼贵，我就唔敢食。但是根本要去用咧，咁樣嘅食材來做哈。哦，我做你學了，哇，又加好食。哎呦，你學起來吼，會生動多。生動多錢，不過大家講到安河吼，都比不上我們的海量王來講一下。你是吃最多海產的人啊，你經驗就強吧哈。有一口干流，一外國人又強，個加上一山葵葉油、瓦薩比嘅米絲，都再地怪規則融合。你咪做啲參考一下，轉起個串燙的細節就可以騙客人了。我嗌做做真嘅。好，兩關嘅真件哦，你先從80度掛保證，是要真件很強哦。你的做得吃到困難，唔過你頭前1比1咯，馬上來進行最杯米一關嘅挑戰。把邊料理網。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一關唔但淨係比米絲，咪愛比創意哦，到底愛嘴真係正經嘅把邊料理喎。一家之主，你誰來上菜了？上到你咪有啲菜天呢，是喺街道鐵山咯。故數呢，就算你來下特別1萬塊都唔會有重複嘅食材到了。冇錯，絕對不會。因為劇情食材哦，就係炒橋你一菜天嘅鐵山咯。造橋在地特產，打開來看咯，就係金瓜。哇，炒橋嘅飯瓜啊，嗬，係真有名。嘛，家現在都有。哦，你沒有看過啊？貴太嗰種。金瓜節啦。哦，錯。就是煮濃湯去做的啦。南瓜濃湯，很就該炒嘅米粉。我覺得炒米粉凍好。那你咧？他家己咪可以做飯瓜飯。沒做的人拿做破菜，這一種食材都底怪。啊，你們一個人就講2道。換我。啊，你也2道我真的很厲害哦。因為呢，我延續這個，真的也可以，甚至師傅的概念，然後撈起邊粥，要個烏泥飯團，把它變海膽，我先把它做成蓉。哦。然後再把它那種。因為什麼差不多嘛，對，這就是你的概念，那就好多嘞，對不對？而且3個講2頭呢，哎呀，它就1頭。哦，真嘅哦，我會把它先撈起，10數嘅個後，水要流蛋，過落一些糖落去，弄在刨冰上面。就係刨冰。對，而且要加煉乳。哦，你整個就一道好雪變了哈呀。馬該就不要刨冰糖。啊，對，俺都一直煮甜湯咪做得啦，天一頭係馬該。分量做嚟上一下，好冇？好，馬上就嚟進行最杯米館挑戰。好，兩組呢都拿一個飯瓜嚟做變化，先問看啊，馮翠帶來菜苗都乜嘅？金沙南瓜。哦，有信心冇？有。好，來談看一下，咱除咗我拿嚟金瓜、飯瓜做乜嘅料理嘅菜苗按到金珠酸。可以做酸呢？哎呦，做啲想一下到底係賣東西哦。咱隨全部一關嚟，有信心冇？有。哦，未凍定。有了。最杯米館馬上倒數。3、2、1，像開始。我哋開始咯。知道啊哈，那樣飯瓜做料理蠻簡單。對啊。因為俺爸爸最接觸嘛，你嘛，飯瓜煲湯，他真的就切。覺得甜湯係嗎？每天，你要不要煮鹹咩啊？鹹㗎啊。鹹咩？再看一下。來。小蘭姐，嗨，哎，哦，那個地板弄先刮開了，唔是笑啦哈，皮冇泡，唔是好食，哦，沒下營養，基本要做金沙係嗎？嘿，
金沙、南瓜，啊，形容会上多用金沙落去做饭瓜。因为因为我特白又做，因为俗人啊，这去头牌系做盘族嘅师傅嘛，吼，所以金沙料理对你来讲，听说唔系动难事情哦。还可以啦，还做得啦。佢根本意思，我让你味道爆啊，看佢切到暗多啊。哎咯，那啲动作系不抗英心意。哦，真嘅真嘅。哎，玉玲很棒哎，给迪告做鸡沙，蛋白跟蛋黄要分开哦。知道哦，知道。资料画面要调出来。就不要再看第一集了。哦，等下你给我倒出来，真厉害。哎呦，哎，怎么个不切一颗一颗的？因为我都炒饭，个饭一滴滴的嘛，一细粒细粒，连到去差不多。你要做炒饭哦？嗯，做炒饭。炒饭有优势哦。哎，我发现，因为开起来进糖多人你都节目当中讲某番，然后大家也他回事就一系列全部做饭的料理。那算记得就做功课啦，就准皮啦。嗯。哦，来，大家都看两片。这个你要算系你下南西夯嗰種。就是那種黃金炒飯啊！哦，對，嗰啲係南瓜泥哦，你唔係軟哦，唔係軟哦，嗰係南瓜哦。因為它已經透了，對，它要外表酥而已。嗯，外表酥。等，還直接倒過來，對，然後瀝乾那邊熱的過去搶一下。瀝乾會怎樣，你知道嗎？哎，不錯，場外的救援，瀝乾見。油溫還沒有，你等個油溫嘅時間先問一下你要偏走對嗎？佢動力開啊，邊有個小米嘅物件？這個是什麼？豬油泡。豬油泡。嗯。啲我爸爸頭髮攪翻色最針到嘅。係啊。豬油泡嘅，叫泡到黑糊嗬。黑眼煙嗬，洗膚啦。你要丟得人做那嚟 fit 啦，我講喺度做那去啦。大家看最厲害咩豬油泡？係幾順烘。那是什麼？遊戲嗎？我家做誒南瓜玫瑰花，然後係跟誒蘋果玫瑰花。好厲害！那當個妞會有上色呢？不啊，你烤啊？去烤。燒係嗎？沒，我用烤箱烤過。哦。哇！呢道嘅飯罐唔單淨係嘅煮落去之外，嘅擺盤都未係就飯罐。好厲害誒！應該可以了。還沒吧？你有幾款啊？還沒。還沒呢，還沒嗎？可以的，因為你要夠高的話，你要搶。你現在是要搶哦，你如果現在油溫不夠，你現在下去一下就軟掉。對。啊，先幫你炒一下，你要片面不應等下鋪，等下你油溫下過的時間一下就好。好。等下夠到真了。等下夠了喲。哎呦，還有。嘿，兩邊都好漂亮哦。是嗎？係咯。哦，你要當好色咧。梗外邊個款係嘛計啊？梗係油炸粉。啊，等下嘅喊浪嘅卵拍外用到嗎？哦。哎呦，起到動向哦。它這個泡泡起得非常棒哎，很細緻綿密。動面這個撩起來可以。倒落去啊！要小心哦。那個沒用倒哎，抱歉，老一倒。來，那我倒落去咯。好。哦，動樹動車咯。來，加過來咯。這邊阿姨好誒。好，我過來咧。哦，差唔多咯。要搶時間呢？哎呀，哇！哎，小姐咁厲害哦，提供下搶時間哦。哎呀，搶錢就老搶時間中央啊。哦。你講到錢就講到幾時換嘅事情呢？係哦，那好簽哦。那我們是知己。應該係買東西。卵拍還有蒜頭。誒，蒜頭係你下世界上標嗎？快點去㗎！哦，你喺種捕食很風險啊！錯，一般種捕食一些咧嗰種嘅。那有拎兩下那係嘛嘅？9層塔。7層塔。哦，不你炒一下。等下係咪喺度加嘅辣椒啊？係。誒，加用差唔多嘅啊。係啊，加你就選高二咯。好。呢套啊哈。加油哦！你要做對嗎？到師傅看一下，溫度。安尼啦，還夠對嗎？差唔多嘅啦，就要嗆熟了聽呢。要再酥一點，才不。我們要贏，你們剛剛講什麼？再說一次，我們要贏。我們要贏了。應不應哦？大家係志在參加，你們志在拿錢。炒，按用一把哈。你下嘅用兩劑，就做得食到魯滿咧。有食到底都有一個當管片那一種東西嗎？豬油炸，哇，已經厲害咧！
戴手套，然后撒盐巴，这样子。唔错。哎呀，要这样。金本年哦，大家係志在參加，你們志在拿錢。炒，按用嘅法吼，你哋嘅用兩字，就做在食到魯曼咧。好冇？哇，開始炒飯咧。我前幾5小時過用飯掛咧整個團練咧，會比較濕嗎？煮起來是還好。兩次菜係小用錢搶出來嘛？係啊，厲害。兩個窮下上啊。上啊！你兩隻姊妹有冇按好啊？感情按好咧報名參加比賽？我哋做乜就窮下做？做什麼都一起做。譬如講送片數。冇啦。哎，不卡是用你兩隻姊妹係嗎？唔係，還有咁講啊，兩三代嫁到下圈啊，一就嫁到挑病啊，嫁到中南啊。哦。我要戴手套的。戴手套。我要撒鹽巴，這樣子。唔錯。哎呀，要這樣。為什麼用手啊？用痛靴做唔得咯？啊？痛靴做得嗎？因為用痛是貴下的一隻頭髮。哦。姐姐，你要氣條有冇啊？冇條油。你哋火會停大碗嘛？帶位。很厲害哦。那個胡椒粉。看伊按用炒落去哦，我肚時真緊動藥了。哇！小勇姐，你冇可以全堂真言大嫂。好，可以了哈。這個要最後放嘛，哈。對。我給我面面。啊，玫瑰花，擺盤甜，香的。咁樣差唔多，你嚟倒數咯，吼，8、7、6、5、4、3、2、1。時間到，馬上就嚟試試看下最杯面館用下飯掛邊的料理，來煮較針對咧。飯掛吼，其實呢對身體係個當健康嘅食材，特別又係苗栗粗口嘅特產，而此款那風趣嘅料理，也唔單槍地度已經。原來呢，弄杯包定一層金沙，順風那個嘢些，一個甜炒落去，很對面哦。依家下吼炒個金沙嘅時間，攞個飯掛冰落去哦，夾拍個外皮溫潤睇，結果唔會啊，保持個斜度當好些。漂亮姐，用個曬按唔會煮，你又上來按醬。按住些人係好腦到，係希望啊看到唔按醬係要當本戲呢。我給你本一張做出按好食料理。啊，什麼？有滿意嗎？有滿意。有滿意哈。有臉吃到嘞？好食，裡面南瓜炸得很酥脆，然後裡面是軟的，也夠熟。然後味道搭配的，我覺得蠻剛好。好，有按好媽媽。係啊，真勁。我也主動滿意啦，看人家得自高。你還沒非常滿意，唔講人家談看一下咱這個阿姐哦，你覺得他們做的如何？我嘅外皮哦，又炸到又酥，底部又綿密。你嚟做金沙係總係用軟黃甜，係佢又用緊嘅軟拍啊，又嗰個鹹味又啲啲鹹味落去，真經痛到缺點嘛，有啲阿姐咧。我每次都去做啊，非常的好食。其實當場外部內部嘅串燙啊買嘅，係哦。而且啊，吼，佢有一個特色，佢每一個毛細孔都已經溫度檢查，沒有漏掉的。係啊，溫度當非常潤啊，然後好，你下來食看啊，咱除了做嘅金珠酸。你係聽老太太講一下，抱歉，然後玫瑰花吼，老太太給我紹介一下。你這個玫瑰花再介紹一次好不好？係用緊嘅。餅乾皮，嗰餅乾皮係用低筋麵粉，個加掉嘅湯個油，還有跟個水一攪做到長嘅麵皮啊。蘋果個跟南瓜哈，我就係去切下泡嘅出泡嘅去燙過，燙個木條長球哦，一軟就好，就這樣去擺盤咯，擺好嘅，用一張玫瑰花這樣去烤，溫度係190度，差不多烤20分鐘啊。係，所以出爐咧。出爐誒，嗰陣麵當邊都會跟蜜蜂蜜。所以真緊吼，
伊讲起来冻功夫冻眼镜哦，那个从来没跟梅西冻好些，就是跟面皮哦，但尝试搞就是面粉跟梅西太单调了。对，韩国的另狗里面要有一个灵魂，我要让我们这边现场最资深的秀兰姐的团坤啊，来，有湿到底部有一个当管片那一种东西吗？有，马该，我看到三大师。猪油炸，哦，真嘅厉害呢，真嘅厉害，因为佢當厲害樣啊，跟飯瓜切到當醬，當潤泰，口味當好。牛安強食到豬油炸到嘅，真嘅係專業去做總鋪師嘅。牛玲吃到嘞，这道金瓜船它很特别，有4种的口感，番的软，然后南瓜的软香，跟芋头的 Q， 跟最脆的那个猪油婆，然后整个在嘴巴里的感觉是互相跳动的啊。你懂我很形容呢，因为他做的就是这个样子啊，我是如实的陈述。真嘅，对，伊就懂到種口感。好像講大家可能吃講炒飯，大家都會做冇咁樣。鸭炒飯有拉米，而且豬油炸標底度非常的關鍵的。來問看吼，小龍阿姐，你自家做當用辦呢？我吃到又多稍微不滿意啦。啊？冇滿意？我還大致上還可以啦。平常我都做下食家下哈拿河，後邊我都自家做家有哈拿河食，少到會香味啦，冇咁當河食嘅。啊，牛龍阿姐咧？我是都給咪做誒，了嘅唔滿意出嚟，你咪唔滿意？就炸嘅誒。南瓜的時間，因為我哋炸南瓜會有啲啲焦香，給咪做下軟的位啦。但是我喊你是到給咪凍粉魚的啊，學要時間幫我都送兩張芥末凍條。我來到大家整理一下，什麼叫優點，而家缺點出嚟。其實優點講，但係我確實做得食得到嘅金瓜嘅口味香味。第二點就係加豬油泡進去凍聰明，加是摸少一種味道。第三種就係加下那個餅啊，又加另個凍清爽。唯一缺點就係甜少咧。所以等一下梁沙師傅做到去參詳一下咯。好咯，緊張了，先來請你嘅生之師傅搶評分。耶！唔怕，大家都看下阿兩個全部付出。哦，真的想到，甚至師傅搶公平。好，兩組該吹咯，都當好事咯。啊，我嗰本鳳腿兩片呢，係而家炸嘅黃鋪啊，而家當速都當好，外酥內嫩，底度呢就清甜嘅味道，還有嘅金沙嘅香味攏出嚟，你炒到就起泡啊，用炒起來嘅金沙好食。嘿，南腿兩片呢，乜都好食，有食到嘅黃鋪嘅香味、甜味攏會出來，還有嘅豬油鋪嘅香味啦。啊，較大眾嘅地方嘅鹹土嘅食到就較重一絲絲嘅黃鋪嘅甜度才會出來咁樣。志夢，好，阿兩哥，我先講鳳翠那邊哦，不管係炸也係炒，攏有做到。但是說東大數一點就係我吃到鹹濃黃有甜少一絲絲的，海鮮會較香，我吃到甜少啦。你講南翠那邊哈，就係不管係烏嘅加粉，也係豬油泡加粉，也係飯瓜加粉，我做攏當好，就是我吃到係講加一些些調油落去，有些香味個較鹹一些些的，會較拄好，所以我現在南翠那邊，謝謝。好啦，今日比賽呢都要到尾嘅，唔過撒下來馬上去頒獎咧。耶！好啦，開始啊，看節目一天未了解，今日咯東南評分啦，兩組都當強，故說呢，今日兩組今日都大頭名。恭喜！對，恭喜！記得到1000元的加菜機。哇！恭喜！好啦，看一下咱資料片面係大頭名，就得到1500K嘅加菜機。馬上嚟先請你一特別嘅最資深、最有經驗嘅總鋪師秀蘭姐，同大家分享一下200參加心得。今日來到入去參加嘅，當翻譯也咧節目本來就嚟入去參加到安尼個當翻譯，因為本來學習一到交朋友，就問大家，還有唔是錢又學到菜，對，好嘛？有聽嘛？當聽。兩百老娘4年按到嘅後，所以全部帶過來比賽。可以，可以哈，恭喜！
好梦。牛丁哈，当汉的几飞做老妈妈叫我上节目，心情要慢让大家分享一下。當感謝有幾擺兩派兒妃來上節目，唔過黑飯講都唔好。我覺得很感謝有這個機會跟媽媽一起做菜，因為媽媽是個做菜很棒的人，但我們從來沒有機會跟媽媽一起完成一件事情。那希望在這麼知名的節目裡面，讓媽媽有一個很棒的回憶。哦，你真給創造了很多哈深夜老媽媽很特別的一段經歷，都在你節目當中，很好。下一次帶姐姐妹妹全部用下來，都說媽媽我多上幾拜，你們倆子順聽到誒。因為有機會，我一定會參加。哦，像咱阿姐我咱講吼，你清楚我恁啲嗎？因為你啊節目吼，唔但搶50千，還走了2000，對不對？咁另外一回事，我希望來到大家交到朋友，把要50千有師傅教我到做菜，我當歡喜。我知道佢真係當歡喜到上我來啊，現場做公眾人員。哦，我看下咱出嚟一片咪當歡喜吼，尤其吼小鐘阿姐圖嘅羅梅強下來吼，感覺一定很不一樣，我讓大家分享一下。今邊咧當歡喜咧到兩位哈，因為1年前就看過兩隻跟誒節目講又走安尼，就當上來上台來表演咧哈，看啊，又安尼機會上來，讓大家英雄下咧就當歡喜。啊，應該拍水拍了1年咯，水幕總算吼，做啲上節目要特得嗎？特得，非常特得，不成特得。哇，咱做啲學到師傅嘅料理吼，行擺咱要幾回來嗎？好啊，當上來。好，啊，牛肉阿姐咧，拍手，別好記得咧。我係因為阿姐，佢要看到安尼節目，求演吼就湊愛啦。因為家身體冇情況，我講做唔得，冇辦法，合去湊個朋友。為咩伊講冇朋友啦？因為特別做我兩沙，我爸爸媽媽做。母親節、父親節，特別仲有兩沙豆等煮菜，故所以講一天係向我窮下來。啊，禮拜叫十個打電話講啊，禮拜節目又來湊了，可能係驚係希望我講，因為我前未緊張啊，因為我會講會驚，咁佢講放喺信心，講好，啊，你來試看咧，到底你客家節目係樣板戲，啊你啊，但是啊，我手今日來哈當記得啦，做到當好，不錯，恭喜恭喜！因為你阿隻節目播出以後吼，大家聽眾咪做得感受到幾兩首嘅非常好嘅姊妹情。真嘅十分感謝大家按上下，像我來上節目以外吼，又按用心都準備菜色，講真嘅吼，你真嘅當感動。諗白迄個如果來嘅話吼，日就時候過來無呢個上音料理哦吼。好，我過來哦。好，答應了就要做到哦。好啦，一家之主，你下一拜再見，拜拜，拜拜，恭喜恭喜。